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趋势，台湾嘛全力推动太阳光电。不过，除了7个电用湿地4月拢看到的光电棒冲击龙溪民生计，甚至因为清洁案和光电更加乌金连结，牵涉真侪利益弊案。毛议员相当在意台南太阳能政策的执行状况。第这届议会定期会要求市府4月23进行专案报告。会中议员面对连国里公园绿地拢要种电，已经引起地方反弹议案，要求变更专案名称。到底台南太阳能设立的进度，清楚让市民知影对环境的影响评估。我们的区里面其实也很多，那当然也遇到一些争议。那我想有些社区、有些风雨球场，或许大家是欢迎的，但是有些状况其实大家是反弹的，所以在于就是要有前置的沟通，设置前的沟通很重要。那我想取得地方的共识再来设置是比较理想的。也提醒市政府在做任何的光电相关的设施，务必前行的这个沟通。说明会地方的说明会一定要做足减少争议，然后让整个计划要推动的时候能够顺利啦在七股一些观光景点，可能这些厂商跟我们市政府就觉得说，找了一块地，那我们就把这些店种下去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很不理想的一个行为。那是否可以参考一些其他先进国家，像在德国，我知道他们好像是把太阳能板安置在他们的这个高速公路的中央的这个中间的分隔岛那也不是说国外怎么做我们就要跟进，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多方参考，怎么样是最理想的？就是说你同时可以推动这个能源政策以外，你又可以让这个市民朋友感受到生活环境不会有压迫感，或是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或是他们有一个指引我们要求做专案报告，你们谈说执行的成果如何，但是对整个环境造成的影响，对生态造成的影响，对于我们景观造成的影响，对空气流通造成的影响，那请问一下，你们的专案报告里面报告得出来吗？这个如果牵涉到专业，而且需要时间，所以嘛，那你们告诉我，你们执行了什么？在符合地方政府可以审的部分，我们要审；如果不符合地方政府可以审的权责，我们就要送到中央。以现在来讲，大概是2甲以上的都是要送中央，而且以前有小2甲的那个就是2甲2公顷以下的，那个是地方可以审。那现在已经地方没有这个权责。我要讲的意思我简单讲，我跟你报告就是说。这个程序上，如果我们审查有缺失，我该检讨。有违法，当然是司法机关；如果没有违法的话，程序有系统性的错误，那我们应该要去检讨这个系统。绿电虽然是国家政策，不过在议员眼中，台南已经变成光电城，变成全国太阳光电示范区。天数上的审查加执行的办法，以及敢有总量管制，对地方的影响各是如何？邀请民众到时透过有线电视转播，共同来关心。台南新闻，阮子林英光采访报道。